没问题，就没无客栈，侬客栈随便话。汉语名的当中，侬客栈随便话。一站夜买卖还能连，直讲夜播没播。休息这准标。一站要买卖还有买卖还能连直讲夜播宁波直讲夜播宁波宁波休息这准标休息这准标一站进站要买卖还用连谁讲也不问宁波听写这准标一站就进站就现在，一站要买卖还能连，没有什么吃的，一眼就是吃。谁讲如果夜播宁波休息就是都是饿着肚子就心气，这个歇就是水，就是饿，气馁的馁字它是饿的意思。休息这准标就是回家，标就是房子，家标宝字，休息这是一个水，就是水。气馁的馁字，它这个就是饿的意思，气馁就是饿的意思。汉语读音是错误的，汉语读音错误。休息就是饿的 hungry 就是休息。一站要买卖还能连，是讲夜播宁波休息这准标，就是不能让他们饿肚子回家。有面分散几个国家，也要托付我们有面努力向上，时不待我，祝愿有面学业有成恩，走向文明进步，永享幸福平安，海来永永保海，海来保面平安。